S1 第一場，2歲從未勝出馬賽。1號沙漠村，血統極佳。所屬馬房經常派新馬出戰呢項賽事，包括舊年贏得呢個賽事冠軍嘅遠天鋒。2號望族高盛，初出喺卻拉跑一場高水準嘅1200米初出馬賽，賽前喺沙圈表現有啲唔規矩，但落到場走勢非常好，只係輸俾極具潛質嘅同馬房馬。今次增程跑1400米肯定更有利發揮。6號信略龍，多匹同母兄子都已經贏過馬，不過除非賽前落飛，否則都係先行觀察下佢嘅初出表現比較穩陣。5號訂閱，所屬馬房曾經憑一匹一出即勝嘅賽區贏過呢項賽事，血統優良，跑中距離途程尤其合腳法。S1 第二場，黐馬讓賽。4號真試練，舊年曾經贏過同場同程嘅賽事，而且有幾次喺更高水準嘅賽事入面交出好表現，包括之前喺尾單差啲贏馬。今場重返主場，絕對有望爭勝。3號少女心，最近連續3場都跑第2攞亞軍，當中嘅代表作肯定係上一場喺卡拉爾嘅好自快地上，跑一場路程咁左右嘅表列賽，同對手死拼到底。今場睇落係其中一隻核心爭勝主角。2號載歌載舞，今場係佢休息咗2個月之後嘅復出首戰。上場喺亞士谷跑一場1600米讓賽，喺9隻馬入面攞到亞軍，表現相當之好。最正係嗰場跑第3嘅馬，之後去到皇家亞士谷賽期成功贏馬，間接反映出上場賽事嘅水準好高。1號拉丁風韻，最近幾場嘅表現都冇乜睇頭，但大前仗爆發贏咗一場讓賽冠軍，表現大幅進步。前場喺領飛跑3級賽，雖然出閘嗰陣有啲論盡，但依然可以衝返入第3名，表現算係咁。上場喺閘入面煩躁不安，結果影響發揮跑得差。今場有冷腳機會。S1 第3場，3歲馬0至100分讓賽。9號領區一出道就展現出唔錯嘅潛質，上場去里邦跑同程賽事，以好靚嘅姿態開齋。今場首度挑戰讓賽，睇落呢隻馬嘅實力尚未見盡。7號奇想天開，做完閹割手術之後表現突飛猛進，就算加咗分都頂得住，一口氣連贏4場讓賽，勢頭極順。上場僅僅以短距離之差屈居亞軍，分分鐘係佢出道到依家嘅代表作。3號鐵利利5月跑一場表列賽嗰陣表現平平無奇，之後由愛爾蘭轉到去英國受訓。今場降班跑讓賽，好有能力交出比上場更好嘅表現。4號運財道今季第一場喺古活上陣，雖然排咗個好不利嘅外檔出閘，但跑出嚟嘅表現依然令人眼前一亮。上場出戰皇家雅士谷賽事，沿途際遇欠佳，結果只係跑第7，但其實輸俾頭馬越進逼唔算遠。今場依然要值得留意。S1 第4場賓百里杯，4號廣受讚譽，夏天跑特別醒神。近2場喺亞士谷嘅表現都好吸睛，其中上場喺皇家亞士谷賽期跑一場多馬出戰嘅賽事，陣上一度未能望空，最後直路衝刺嗰陣追翻一直好接近嘅季軍。今場係爭勝分子之一。10號疾速度大前場同埋前場喺車士達先後交出一冠一季，演出相當唔錯。上場喺紐卡素跑交沙地賽就發揮唔出水準，仲要俾對手搶晒先機，結果只得第7名。今場跑呢個級數嘅賽事，一定要避免重蹈覆轍。13號好妥區，今季嘅部署一直以呢場賽事為目標，佢係2024年呢項賽事嘅盟主，舊年就跑獲亞軍。上個月喺呢個馬場跑一場熱身賽攞到亞軍，表現好引人注目。目前狀態正值巔峰，今場係爭勝要角。3號亞力走曾經喺呢個馬場贏過馬，上場喺皇家雅士谷賽期出戰一場有28隻馬跑嘅大編制賽事，排個靚檔起步，只係喺最後關頭先被超越跑獲亞軍，表現非常好。現時評分升到出道以嚟最高，今場要負重磅上陣，但睇落依然有力一爭。S1 第5場超級錦標
1號林肯浩上個月喺卻拉初出，跑一場1200米初出馬賽，結果大熱門輕鬆贏馬，證明佢230萬歐元嘅身價真係物有所值。今次雖然要面對更大挑戰，但1400米途程睇落更啱發揮，絕對有力再下一城。3號近港社區，如果唔係前場喺亞密夫形勢大好，差唔多贏得嗰陣拋下騎師，現時可能仲保持住不敗之身。上場跑同場同程賽事，輕取4匹對手。所屬馬房喺過去10年6次贏得呢項錦標，單憑呢一點今場就已經值得睇高一線。6號放電怪獸上個月喺皇家雅士谷賽期一場水準極高嘅1400米表列賽表現好好，沿途緊跟放頭馬，最後只係輸俾頭馬1又3/4個馬位跑第5。呢隻周歲價達45萬堅尼嘅馬，今場只係第3次上陣，要證明自己有實力喺2級賽爭勝。5號一常宿願首場表現唔錯，第2場喺靚飛跑1400米初出馬賽表現更進一步，一放到底大勝6個馬位。當時輸俾佢嘅馬之後都交出頭馬，變相反映出嗰場賽事水準好高。S1 第6場7月杯，7號李健夢境呢隻日本短途好馬前場4月喺沙田輸俾嘉英高升，之後上場去皇家雅士谷賽期上陣，最後直路同侯曼雷正面交鋒，結果僅僅輸過被委屈居亞軍。呢兩場都可以話係雖敗猶榮，今場應該可以再次跑入前列爭勝。8號小江川今年首場復出喺雅士谷攻下一場同程3級賽，之後喺皇家雅士谷賽期上陣，喺頭馬水都驗日後面只得第8名，但已經係幸愛蘭嘅馬入面跑得最好嘅一隻。今場要同班年長嘅短途馬交手。11號水都驗日今場好大機會大熱門，佢到目前為止跑短途6戰全勝，打出全勝戰績，包括上場喺皇家雅士谷賽期同21隻馬一齊跑1200米一級賽，最後贏條馬頸凱旋而歸。今場個馬場比上場容易跑，應該更有利佢發揮，不過今次要面對比佢大歲數嘅短途好馬。1號侯曼雷舊年最後一場跑下嚴重跌倒，未能完成賽事，但今年狀態大勇，出賽2次贏晒2次，其中上場喺皇家雅士谷賽期跑1200米一級賽，最後直路衝刺非常凌厲，擊敗亞軍李健夢境同埋其餘16隻馬奪冠。今場絕對係擂台等。S1 第7場3歲以上馬71至90分讓賽。6號領弓舊年曾經喺快地憑住利落嘅後勁贏馬，本身表現算不上好準，但上場喺唐加士達嘅快地險勝，總算重回正軌。5號連捲風到目前為止跑膠沙地嘅表現好過草地，上個月喺列卡出賽一場，最後直路交出強勁衝刺，跑入好接近嘅第4名。今場如果可以跑出最高水準，絕對有機會爭勝。2號曝光喺法國服役嗰陣，曾經2次贏過1600米。上場第一次喺英國出賽，喺呢個馬場嘅一場賽事入面輸得唔遠。目前評分睇落相當作數，今場速程跑如果啱發揮，或者有力一爭。1號正紅大志前場喺古活上陣，配合埋快地資助贏咗一場1400米讓賽。上場喺葉森遇上慢地，最終只得第4名。表現稍微釋散咗啲，但都算唔差。好地或者快地最啱佢發揮。S1 第8場全球匯合彩池讓賽，5號驚心甲表現好平穩，上場喺靚飛贏得輕輕鬆鬆，可算係到現時為止嘅代表作。睇落場力十足，今場跑呢個途程應該可以交出更進步嘅表現，絕對有力一爭。3號副機長到目前為止執咗6場頭馬，表現相當準繩。練馬師話呢隻馬非常啱交俾見習生發揮，上個月喺亞密夫跑一場同今場水準差唔多嘅讓賽，正正就係由見習生策騎跑入一席亞軍。6號花城學識今場嘅途程同埋快地應該好啱佢發揮，上場10日之前喺法斯克輕鬆掃低4隻馬，現時評分依然處於合理嘅水平。1號御風大王上場1月嗰陣喺溫佛咸頓贏馬，
交出出道以來最好嘅表現，之後就一直休養生息到而家。以往休後復出嘅表現都幾好，所以今場之前缺陣一段日子問題不大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加入會員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